耶穌基督對門徒說：你們要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。喺馬可福音16章15節，係好簡單嘅一句話，係主愛嘅命令。佢關心人得救嘅問題，這是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嘅目的。所以喺馬太福音1章嗰度已經講到，因他要將自己嘅百姓從罪惡裏救出嚟，呢個就係耶穌降世嘅目的。喺詩篇嘅67篇嘅第2節呢度咁講，好叫世界得知主嘅道路，萬國得知主嘅救恩。所以詩人亦都去提醒我哋，要向世界宣告佢嘅道路，因主嘅道路係唯一嘅道路，走向永久嘅家鄉，享受救恩之樂。誠然，傳福音係每一個主嘅門徒當盡嘅責任。點解我哋冇呢個愛心去愛？傳福音就係去愛，藉着口傳和身傳，呢個係生命嘅見證。我哋要向家人啦，向同事、向同學、向鄰舍，都要常常記掛佢哋嘅寶貴靈魂，讓佢哋離世之後是否享受到主所賜俾佢哋嘅寶貴救恩。保羅話：凡我所行的，都是為福音的緣故，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。喺哥林多前書9章23節度記載。所以我哋真係求主俾我哋常常有一個警醒，提醒我哋自己得着救恩之後，我哋也要去將呢個救恩、呢個福音嘅好處去四圍嘅去宣傳。主啊，叫我哋掛心別人，叫我哋愛佢嘅靈魂。感謝主，你一定會使用同埋祝福每一位神你自己嘅兒女，肯為你傳揚福音嘅每一位嘅愛主嘅弟兄姊妹。感謝你，多謝你嘅恩典，讚美你，多謝你。